一根给我吃了啊！我给它切段。咱们的牛排一定要冷水下锅啊！我们的牛排是咋回事呢，朋友们？一定要照正常多炖一会儿，因为咱们的牛天天登山，它肉比较瓷实啊，一定要多炖会儿，炖出来特别好吃的。盖上盖子，开锅以后马上把血沫撇出来，如果大劲了以后的血沫就撇不出来了，所以说撇了血沫以后会更好。给草子冲水，一会儿羊回来喝水。这么大一会儿，你看我了，跑到山上了吧？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的某某包啊！我现在上山来撵羊来了。为啥呢，朋友们？你看了吗？我的羊山里边都有，树林里边、山尖上都有。已经6天没回家了。渴了的时候就在那吃雪，你看这有雪吗？看，完还热的时候就吃草。完今天天特别好，我们想把它撵回来印印，完再给它查一查，先上山那把羊撵回来去。照一下，你看咱的羊都在哪儿呢？看大里边，就这种环境，朋友们，你看那里头树根、树林里边野生动物都有的，羊就在这里随便吃。一会儿再给你们看看我们的羊膘到底好不好。他妈，我嫂子在那骑摩托车往回撵呢，我实在蹬不动了，我嫂子去撵去了。看，上大山沟里撵去了。锅了啊，咱把血沫撇出去。看这血沫，看沫已经撇完了啊，咱们就放的葱，看到吗？只有葱，好的肉其实放点葱，放点盐就可以了。咱把葱放进去，盐放进去。就咱这黄焖牛排啊，就是做法简单，吃的咱们就是原汁原味的。盖上盖子，接着炖。嫂子已经把羊撵回来了，我把门开一下。刚查完了，杨树一点点都不差，还得撒到山上去，接着让它自由自在的去。那之后就不用管了，先头从前山回来，这回上后山吃去了，不用管它了，自己上后山了，颠颠就走了。牛排熟了，看这牛排，汤都是黄色的，捞出来。开吃，就来块这个肥瘦相间的。好吃。就这肥瘦相间的才香呢。煮的正好，好吃。哎呀，这还金针的够吃。太香了。来块筋。天回热了。